立法院的消息，立法院维权经济顶顶委员会伫今日举行这个联席会议，讨论日本福岛的食品进口的问题。也不过未曾开会，国民党团就先霸占主席台，要求先公听再审查。总调陈明忠更加提出5个主张、6个原则，要求民进党比照韩国标准，禁止水产品啦、红油烟的食品、甲零制品等等进口。同时，那也立委呢团包围这个卫福部长陈时中，同时另外这个立委叫郑丽文的一句800条人命，或者陈时中去一个转刀啊。审查福岛食品相关议题会都还未开始，主席台就先挑国民党占领抗议。先公听，再审查；先公听，再审查。另外一边，国民党团嘛针对禁止水产、红领食品、零制品进口，直接冲起卫福部长陈时中甲部长包围调回。你的意思，婴儿都可以全年吃这个核灾食品就对了。啊，有没有问题是这样子是吗？我们不是要只会扣帽子，你还要用没有扣帽子？要用科学的。年轻的爸爸哪有能力去判断？嘛针对零检出，两边拢无进展。是我们做得到吗？对，目前我们没有所谓的零检出，是一个安全量，啊，是一个安全量，科学的证据都是这样子。哈，国民党立委郑丽文摕一前800条性命和福岛食品比，和陈时中挡袂掉，去甲伊理论。你们才是不真这样子一个不实的指控是怎么会不实的指控呢？这不是我们多努力在做，是因为疫苗死的吗？什么跟疫苗有关系？因为疫苗死的，是因为疫苗死的。国民党团强调人民的健康袂当滚双笑，但是种背回，但数据出来，全部的推算拢是比对台湾人食的惯习来定的标准。福岛食品都还未来，台湾调野都已经差甲裂不喷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